今日我哋詳細講下地球二氧化碳含量420 ppm 係乜嘢概念。420 ppm 意思係每100萬個空氣分子入面，大約有420個係二氧化碳分子。工業革命之前，地球空氣中嘅二氧化碳含量大約喺280 ppm 呢個水平附近，已經維持咗差唔多1萬年。換句話講，人類只係用咗200幾年就打破咗地球過去1萬年相對穩定嘅大氣平衡，令空氣中嘅二氧化碳多出咗大約140 ppm。NOAA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同 E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嘅資料都顯示，近年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已經升到420 ppm 以上。而2024年全球能源相關碳排放更升到378億噸，創下新高。你可能會覺得420 ppm 只係科學家嘅數字遊戲，但問題係呢個數字唔係停留喺實驗室入面，佢唔只關乎北極、冰川或者海平面，佢真正影響嘅其實係你朝早開冷氣機、搭車返工、叫外賣、去超市買牛肉、用電腦睇片、夜晚沖熱水涼，甚至連你掉咗嗰盒食剩嘅飯都同呢個數字有關。因為420 ppm 背後唔係抽象，佢係成個人類文明每日運作緊嘅痕跡。我哋每一次燃燒汽油、煤、天然氣，每一次大量用電製造水泥、煉鋼、長途運輸、砍伐森林、浪費食物，都係將更多碳排放 （carbon emissions） 推上天空。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明確指出，人類活動，尤其燃燒化石燃料同土地利用改變，已經無可爭議地令大氣、海洋同陸地升溫。首先要講清楚一樣最重要嘅事：二氧化碳點解會影響地球？因為二氧化碳係一種溫室氣體 （greenhouse gas）。太陽短波輻射進入地球，地表吸收之後，再以紅外線嘅形式將熱量向外放返出去。本來有一部分熱量應該散失去太空，但當大氣入面有越嚟越多二氧化碳，呢啲氣體分子就會吸收同重新發射部分紅外線，令更多熱留喺大氣同地表附近，減慢地球散熱。NASA 同 NOAA 都講得好清楚，問題唔係太陽突然變得特別熱，而係人類排放令地球更難將熱送返去太空。換句話講，420 ppm 唔係單純代表空氣入面多咗一啲氣體，而係代表地球嘅散熱系統正被改變。你可以想象，地球本來着住一件啱啱好嘅薄外套，適合生存。但人類用200年時間，慢慢幫地球加厚咗件外套。今日地球出緊汗，但我哋仲未停手。而最諷刺嘅地方係，推高420 ppm 嘅唔係某一個大爆炸式事件，而係我哋最熟悉、最平常、最日常嘅生活。例如，第一個最直接嘅來源，電力 （electricity）。你屋企開燈、開冷氣、雪櫃長開、數據中心24小時運轉、商場招牌通宵發光，背後都要消耗能源。如果呢啲電力仍然主要來自煤、石油或者天然氣發電，咁你撳一下掣，其實就唔只係用電咁簡單，而係喺遠方某一座發電廠入面，真係有燃料被燃燒，真係有二氧化碳被排放。全球嚟講，電力與熱力生產一直都係碳排放最大來源之一。第二個來源，交通 transportation。你每日揸車返工，塞喺路上半個鐘、1個鐘，部車喺度燒油，的士、貨車、巴士、貨櫃船、飛機都主要靠石油產品。EPA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指出，
交通運輸所用燃料超過90%以上都係石油機，包括汽油同柴油。燃燒時直接產生大量碳排放，即係話一個城市越依賴私家車，越多長距離運輸，越多即日送貨文化，背後嘅碳足跡 （carbon footprint） 就越大。第三個來源，建築同居住 （buildings）。好多人以為樓宇本身唔會有碳排放，但其實樓宇係一個長期食能量嘅系統，冷氣、暖氣、抽氣、升降機、熱水爐、照明、玻璃幕牆大廈嘅降溫需求，全部都會增加能源消耗。仲未計起樓嗰陣用嘅水泥 cement 同鋼鐵 steel 本身就係高碳排放材料。尤其水泥生產唔止燒燃料，連化學反應本身都會放出二氧化碳。你見到一棟棟新樓，一條條新基建，其實見到嘅唔止係發展，仲見到一堆已經鎖定咗幾十年嘅未來碳排放。第四個來源，食物 food system， 呢個往往最容易俾人忽略。你以為食物只係買、煮、食，但其實食物背後牽涉種植、飼養、飼料、肥料、冷鏈、包裝、運輸、加工、棄置。Our World in Data 指出，食物系統大約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1/4左右，當中牛肉同羊肉特別高，因為反芻動物會排放甲烷 methane， 而甲烷雖然留喺大氣時間冇二氧化碳咁長，但吸熱能力更強。再加上種飼料、清理土地、冷藏運輸，一塊牛扒後面嘅碳排放遠遠唔止你碟上見到咁簡單。而且浪費食物其實都係有碳排放，你食唔晒掉咗唔代表件事完咗，因為前面種植、灌溉、施肥、包裝、運輸、冷藏、煮熟所用過嘅能量全部都已經消耗咗，去到堆填區之後，食物分解仲會產生甲烷。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指出，減少食物浪費對減排有實質幫助，即係話你掉嘅唔只係一盒飯，而係一整條已經燃燒過能源嘅供應鏈。第五個來源，消費 consumption， 買衫、買手機、買家電、網購、退貨、再包裝、再運輸。現代人好多時唔係為需要而買，而係為速度、為新款、為方便。一件 T-shirt 可能喺另一個國家種棉，另一個國家染色，再喺另一個國家縫製，最後搭船、搭貨車送到你手上。一部電話背後涉及採礦、晶片製造、精密組裝、全球物流、數據中心同步，幾年後淘汰。你撳一下立即購買，其實係啟動咗一整個高能耗、高物流、高包裝嘅系統。仲有一樣大家越嚟越少意識到嘅排放來源，數碼生活 Digital Life。你以為睇片、打機、雲端儲存、AI 運算係無煙嘅，所以好似冇排放，但實際上串流影片、資料中心、網絡基建、冷卻系統全部都用電。當全世界幾十億人日日上線，所需電力唔係少數。所以今日我哋嘅碳排放已經唔再只係煙通同汽車死氣喉咁簡單，佢仲藏喺屏幕後面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我一個人慳少少電，少揸幾次車，少買幾件衫，真係有用咩？當然，整個問題本質上係系統性，能源結構、城市規劃、公共交通、建築設計、供應鏈、政策方向、企業投資，全部都決定咗你每日有幾多低碳選擇。IPCC 亦指出，唔同地區、唔同收入群體、唔同生產同消費模式，對碳排放嘅歷史責任同現時貢獻係唔平均嘅。但呢個唔代表個人層面完全冇意義。
因為當大量人嘅日常行為集中喺同一種模式，例如過度依賴私家車、過冷氣生活、高肉類飲食、即棄文化、即日物流、頻繁飛行，呢啲個人習慣加埋，就會變成市場需求。市場需求再反過來推動基建、投資同政策。所以420 ppm 唔係某啲工廠同政府自己造成咁簡單，亦係整個社會共同生活方式堆出嚟嘅結果。而420 ppm 真正可怕嘅地方，唔只係而家熱咗幾多，而係佢代表緊風險正慢慢變成常態。熱浪 heat waves 會更頻繁、更長、更危險。暴雨同極端降雨 extreme rainfall 會更集中，乾旱 drought 同山火風險都會上升。海洋吸收咗大量額外熱量，同時吸收部分二氧化碳，導致海洋酸化 ocean acidification， 影響珊瑚、貝類同整條海洋食物鏈。冰川同冰蓋持續流失，海平面上升。Sea level rise 唔係科幻，而係已經發生緊嘅長期趨勢。NASA 同 IPCC 都指出，地球變暖係明確觀測到，而且部分影響會持續好多年，甚至幾十年至幾個世紀。即係話420 ppm 改寫未來，唔係因為有一日地球會突然爆炸，而係因為佢會慢慢重寫你熟悉嘅生活成本、保險成本、糧食價格、供水壓力、城市設計、疾病風險、能源安全，甚至你覺得正常嘅天氣。以前夏天熱係熱，將來嘅夏天可能係醫院爆滿、戶外工作變危險、電網負荷飆升、長者同小朋友更難承受嘅熱。以前暴雨係一場雨，將來同樣一場雨可能變成地鐵停駛、道路癱瘓、山泥傾瀉、商鋪停業、保費上升。以前食物貴少少，只係通脹，將來農業同供應鏈受極端氣候擾亂，價格波動可以唔再係短期，而係反覆成為新常態。所以420 ppm 其實係一條信號線，佢提醒我哋人類而家唔係企喺氣候變化嘅門外，而係已經住咗入去。你朝早出門口之前撳冷氣掣，中午叫一份遠距離送嚟嘅外賣，夜晚塞車返屋企，沖一個15分鐘熱水涼，瞓前再睇2個鐘串流平台。第二日再買一件其實唔急需嘅商品，呢啲都唔係罪，呢啲只係現代生活。但正正因為佢太正常，所以先至最危險。因為最能改寫未來嘅，從來唔係少數極端事件，而係幾十億人日日重複緊，覺得理所當然嘅習慣。420 ppm 唔係叫你恐慌，而係叫你睇清楚。空氣入面嗰420個分子唔係憑空出現，佢哋有來源，來源就喺發電廠、道路、機場、工地、農場、貨櫃港、商場、辦公室，亦都喺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選擇入面。而真正要問嘅唔係我一個人可以做啲乜，而係我哋仲想唔想維持一種必然推高排放嘅生活方式，然後假裝個後果同自己無關。因為420 ppm 呢個數字已經話咗俾我哋知，人類唔再只係使用地球，人類已經喺度重新設定地球。而臨界數字想做嘅就係每一次用一個你以為遙遠，其實非常貼身嘅數字，拆開佢背後真正嘅意思。有啲數字唔會大聲警告你，佢只會安靜咁上升，直到有一日我哋發現未來已經被改寫。420 ppm 空氣中嘅呢個數字唔只關乎氣候，佢關乎我哋今日點樣生活，亦關乎我哋將來仲可以點樣生活。